洪水水勢洶湧，水位漫過2層樓。呢個場面唔係電影特效，而係廣西正喺度經歷嘅真實嘅噩夢。廣西多地受到嚴重嘅暴雨侵襲，部分江河水位極速暴漲，多處嘅水庫出現漫壩缺口呢種險情。截至到7月7號晚，廣西一共有14個設區市、63個縣區係受災，受災人口37.5萬人，因災死亡6人，失聯11人，已經緊急轉移安置13萬人。你睇睇呢一個個龐大嘅數據，令人心痛不已。今年廣西個洪水嚟得咁猛，淹得咁徹底，好多朋友可能只係以為單純嘅落雨大咗，其實唔啱。呢個背後有3個元兇喺度搞震。首先分析下廣西嘅地勢，廣西咧3面環山，4邊都係河流，中間係盆地，整體嘅地形咧就係一個開口向上嘅大碗，四周山上啲水全部向個碗裏邊灌，而只有得一個西江作為出水口。一旦啲雨落得太快太猛，你排唔過嚟，就容易泛濫成災。咁中國盆地咁多，點解就廣西盆地咁容易浸呢？呢一次係颱風美沙克，雖然強度唔高，但佢一直賴住唔扯，拖住熱帶風暴嘅強度，硬係喺廣西境內兜咗整26個鐘頭。你可以理解為有一台灑水車停喺你屋企門口，一直叭叭聲向你屋企裏邊淋。颱風威力唔大啊，但係你頂唔順西南季風一直源不斷咁同佢補蓄水氣，就好似一路淋雨一路充電。受到美沙克持續暴雨嘅影響，南寧部分路段出現咗樹木倒伏、積水，交通受阻。防城港多地被浸，居民話都唔到2個鐘頭，積水就已經去到半層樓高。海岸多處嘅防護堤都出現咗海水倒灌嘅情況，雨水量過大嗰陣咧，水庫都頂唔順。嗱，呢一次個洪災最心急嘅就係陸南水庫萬頂。陸南水庫係一座中型嘅水庫，儲水量咧大概係9300幾立方米，相當於7個西湖咁大。萬頂嘅意思就係水位已經超出咗水庫佢能夠儲存嘅限度，啲水直情喺個壩頂噓聲就漫出去，持續沖刷壩頂同埋壩坡，壩體崩潰，導致陸南水庫衝出咗2處50米咁闊嘅缺口。哇！嗰啲庫水從缺口大量噓聲下瀉，附近多處水庫都出現險情，推波助瀾，下游只能夠被水浸遭殃。多城鎮民房短時間內大面積泡水，車輛被沖走，水深差唔多去到6米，紅綠燈路牌只係見出頂部少少。呢個場面你真係唔敢想象。目前災區嘅呢個核心區範圍之外，公路、鐵路、電力、通訊、生活、物資保障總體運行仲算平穩，多方救援力量緊急馳援。廣西加油，一定要頂硬上，亦都希望災情能夠早日結束。